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嘛讲到桃园病院群聚的感染，讲这个桃园病院的疫情豆啊稳定咯。预计19号，也就是这个礼拜五，桃园病院就会当恢复营运。另外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就广播节目嘛来证实，讲台湾向德国飞随药厂购买500万剂新冠疫苗，买啊之所以破局买无成，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。中国，对我们当然是你有感觉了担心那种政治上的压力。我是有苦我难言呐、因为我心中担忧就是真的是有话无地讲，陈时中讲本来甲德国 BNT 买500万剂疫苗合约就要签啊，说临时破局，背后原因是政治因素。那有人就不希望台湾太高兴嘛，很少说在最后换约的时候才停下来，不寻常了哈。台湾买烦恼讲，台湾未来继续买外国疫苗，敢会买中国的？资料完整的话，那又觉得在布局上有它的必要，好，那当然是会。若是中国疫苗安全性的报告无顾虑，台湾嘛有可能会买，也过感染科医师游玩会烦恼。科兴的疫苗是全病毒疫苗，它产生的抗体比较多样化，比较复杂。如果有些是比较没有用的抗体，那反而会产生一些干扰的效果，或是疾病加强的效果。医生讲，中国现阶段疫苗拢是属于第2等级的，保护力敢若5成到7成，毋是优先的选项。台湾买袂到德国 BNT 疫苗，确实让人失望。不过，陈时中已经证实讲 ，COVAX 的20万剂疫苗2月底会到台湾，3月就使开始自施教，依照管区平均去做分配。